就係 clearing officer 啦，負責接電話嘅。當年咧最受歡迎嘅科目咧就係 law 同 econ， 入學條件相當高，都要 ABB。咁我一聽咁啊，喂，你想讀咩科啊？我想讀法律，我有3個 A。哇，3個 A， 佢已經係有一個 Cambridge Economics 嘅 offer。咁不過咧，當佢係考 A level 嘅時候，佢就發覺咧，佢原來咧對Economics 係完全冇興趣，考得非常辛苦。讀完 A level 之後啦，就決定咧就轉 law， 就揀咗我以前嘅大學。呢一個學生非常大膽啦，就算攞住一個 Cambridge Economics 嘅 offer 都好啦，遠喺 clearing 嘅時候轉科，好過夾硬去讀呢3年。Cambridge 其實佢哋嘅課程係非常非常深，如果呢個學生唔轉科咧，可能讀完第1年咧都會唔合格，都會俾學校趕走嘅。呢一個學生咧都非常成熟喎。